心万物啦，咱会当大家嘛拢自信人心万物，但是咱生出来的心是安那？是有心之心嘛？伊有一个灵所的对立观念，咱活伫迄种对态的世界内底，有做伊是活伫迄种啊清净的世界啊，伊看这个世界啊，
出者我，两两比这个。因咱咧修行地方内中间啊，都伫咱个爱，都伫咱咧心中。咱用心做道场，大家做道场，因为佛法无离开世间嘛，世界无无人通
今日